夜雨落得密密麻麻，聲音好似一層薄霧黐住耳膜，成條鴨寮街都被壓到扁晒，連呼吸都變得黏住。嗰啲霓虹燈嘅橙光喺水汽入面散到好似逐逐地嘅火，照住阿強隻手慢慢掃住啲零錢，指尖碰到嗰張奇怪嘅紙幣嗰刻，佢個心好似俾人用手指頭輕輕冚咗一下，冚到佢成個胸口都窒住。後巷嗰條縫光係慘白，白到好似會吞人，白到你望多一秒都覺得自己會跌入去。嗰把聲慢慢由入面飄出嚟，唔係突然嘅，而係好似一條濕住嘅布慢慢拖過地面咁，拖到你腳邊，拖到你耳邊，拖到你心入面最唔想記起嘅嗰個角落。強仔返嚟啦，飯熱緊。嘢，電梯門喺10樓開咗又閂，開咗又閂，好似有人喺入面等佢。最恐怖嘅係，佢有一次忍唔住望出貓眼，走廊冇人，但電梯門開住，入面燈光暗到好似深海，而樓層顯示器停喺一個從來冇嘅數字13。新興大廈冇13樓。有人話嗰個女人係以前喺大廈跳樓嘅住客，有人話係電梯壞咗困死咗嘅人，有人話係旺角夜生活嘅怨氣聚成嘅無眼女。但所有住喺新興大廈嘅人都知，如果你一個人搭電梯，記住唔好數秒，因為你永遠唔知邊一秒開始佢會企喺你後面。葵涌貨櫃碼頭橋底第4條柱喺葵涌貨櫃碼頭附近，有一條好少人留意嘅行車天橋，夜晚經過永遠都聽到貨櫃車嘅引擎聲，好似一群巨獸喺黑暗入面呼吸。天橋下面有一排巨型混凝土柱，粗到好似一棵石樹，永遠濕，永遠有一陣海風混住柴油味。嗰度係司機嘅休息位，有人喺度食煙，有人喺度瞓車，有人喺度等凌晨嘅裝櫃時間。但所有老司機都知唔好靠近第4條柱，因為第4條柱入面住咗一個回聲人。故事主角係阿芬，一個做咗10幾年貨櫃車嘅司機，夜更多到佢成日分唔清今日係星期幾。佢聽過第4條柱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司機講嚇新仔嘅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撞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碼頭燈光照到地面反光，好似一層薄薄嘅油。阿芬喺橋底等裝櫃，無聊行咗去第4條柱度食煙。佢企喺柱旁邊，聽到一陣好輕嘅聲，好似有人喺柱後面講嘢，但講嘅係佢自己啱啱講過嘅說話。佢擰咗一擰，以為係風聲。佢再講一句今晚好攰，柱後面即刻傳返同一句今晚好攰，但聲音唔係佢嘅，係一把好乾好沙，好似喉嚨爛咗嘅男人聲。阿芬心入面開始唔安，但佢硬住頭皮望入柱後面，冇人。柱後面空空如也，得一堆濕紙巾同啲被雨打到爛嘅煙頭。佢開始覺得唔對路，想走，但柱入面突然傳出第3句：你今晚唔應該嚟。阿芬成個人僵硬晒，佢知道嗰把聲唔係模仿佢，嗰把聲係講緊佢。佢慢慢退後，想離開，但第4條柱入面傳出一陣好輕嘅腳步聲，由柱入面走出嚟嘅腳步聲。柱係實心混凝土，唔可能有人喺入面行。腳步聲越嚟越近，近到好似喺佢耳邊。阿芬忍唔住望向柱面，佢見到一樣嘢，柱面嘅水漬開始慢慢變形，好似有人用手指喺水漬入面畫線。水漬慢慢組成一張人面，好瘦好長，嘴角裂到好似被撕開，眼窿深到好似2個洞。嗰張水漬人面望住佢，嘴慢慢喐，講出一句令阿芬成世都唔敢再靠近嗰度嘅說話。借你聲用下。下一秒，阿芬聽到自己嘅聲音，但唔係佢講嘅，係柱面嗰張水漬人面用佢嘅聲講：你走唔甩。阿芬嚇到成個人反應唔到，直到遠處有另一架貨櫃車嘅燈照到佢，嗰張水漬人面先慢慢散反做普通水痕。
阿芬衝返車道，成晚都震到手握唔穩軚盤。之後嘅日子，佢每次講嘢，都偶然會聽到自己嘅聲喺背後重複一次，好輕好短，好似有人喺佢後面學佢講嘢。老司機聽完佢講，都只係拍下佢膊頭，講一句：第4條柱入面住嘅唔係鬼，係以前困死喺橋底嘅人。佢哋冇聲，只靜聲，而最恐怖嘅係，有時凌晨3點，第4條柱會傳出一陣好輕嘅說話，好似有人喺入面練習講嘢。今晚好攰，你唔應該嚟，借你聲用下，但永遠都冇人敢走埋去睇。油麻地文明街廢校第6課室。油麻地文明街有一間廢咗好多年嘅小學，外牆甩晒皮，窗框生晒鏽，夜晚經過成日聞到一陣舊木味同濕紙味，好似成間學校喺黑暗入面慢慢腐爛。街坊都知嗰度唔乾淨，因為以前有學生喺度出事，但冇人講得清楚係咩事，只係話唔好入去第6課室。故事主角係阿朗，一個做城市探險嘅後生仔，成日去啲廢墟拍片，揾啲都市傳說嘅素材。佢聽過文明街廢校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街坊講嚇細路。直到有一晚，佢同朋友入去拍片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風好大，油麻地嘅霓虹燈照到廢校外牆，好似一張病咗嘅臉。阿朗推開校門，門嘅聲好似有人喺裏面嘆氣。走廊永遠都濕，地面有一層薄薄嘅水，好似有人喺度拖過。佢哋一路行，一路拍，冇乜特別。直到佢哋行到2樓走廊盡頭，第6課室。課室門半開，裏面黑到好似冇光存在。阿朗用電筒照入去，見到一排排舊木台，全部都係面向黑板，但每張台上面都有一。油麻地文明街廢校第6課室。油麻地文明街有一間廢咗好多年嘅小學，外牆甩晒皮，窗框生晒鏽，夜晚經過成日聞到一陣舊木味同濕紙味，好似成間學校喺黑暗入面慢慢腐爛。街坊都知嗰度唔乾淨，因為以前有學生喺度出事，但冇人講得清楚係咩事，只係話唔好入去第6課室。故事主角係阿朗，一個做城市探險嘅後生仔，成日去啲廢墟拍片，揾啲都市傳說嘅素材。佢聽過文明街廢校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街坊講嚇細路。直到有一晚，佢同朋友入去拍片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風好大，油麻地嘅霓虹燈照到廢校外牆，好似一張病咗嘅臉。阿朗推開校門，門嘅聲好似有人喺裏面嘆氣。走廊永遠都濕，地面有一層薄薄嘅水，好似有人喺度拖過。佢哋一路行，一路拍，冇乜特別。直到佢哋行到2樓走廊盡頭，第6課室。課室門半開，裏面黑到好似冇光存在。阿朗用電筒照入去，見到一排排舊木台，全部都係面向黑板，但每張台上面都有一。阿朗用盡力氣踢開門，衝出走廊，朋友跟住佢一齊跑。佢哋跑到樓梯口，聽到後面有一陣好重嘅腳步聲，唔係細路仔嘅腳步聲，係一個成年人嘅腳步聲，慢慢逼近。佢哋衝出校門，跑到文明街，先敢停低。第2日開始，阿朗發現自己有問題，佢每晚瞓覺前都會聽到一陣好輕嘅粉筆聲，好似有人喺佢房入面寫黑板。佢起身開燈，房入面冇黑板，但牆上面有一行好淡嘅字，唔好遲到。街坊聽到佢講，都話文明街廢校以前有個老師精神出事，喺第6課室度困住成班學生，最後成班人都喺課室入面出事。有人話嗰個老師仲喺度上堂，有人話嗰班學生仲喺度坐好，有人話只要你入過第6課室，佢哋會當你係新學生。最恐怖嘅係，有人夜晚經過文明街，會聽到廢校2樓傳出一陣好輕嘅說話，好似一班細路仔齊齊講，老師嚟啦，但永遠冇人敢上去睇。
旺角山東街後巷第4盞燈。旺角山東街有一條好窄嘅後巷，窄到2個人行過都要側身。後巷永遠濕，永遠有一陣垃圾水味同舊鐵味，地面成日見到啲黑色水痕，好似有人拖住濕腳印行過。後巷入面有4盞燈，但街坊都知第4盞燈唔會亮，但會照到人影。故事主角係阿軒，一個做外賣嘅後生仔，成日夜晚喺旺角穿插後巷送餐。佢聽過山東街後巷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街坊講嚇細路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旺角霓虹燈照到地面好似濕咗嘅玻璃。阿軒要送餐去一間後巷入面嘅劏房，佢行入去，第1盞燈閃下下，第2盞燈黃到好似病咗，第3盞燈半死唔活，第4盞燈完全冇亮。佢冇理，繼續行，行到第4盞燈下面，佢突然覺得背脊好涼，好似有人喺佢後面呼氣。佢望落地面，佢自己嘅影喺度，但影嘅旁邊多咗另一條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好似被拉扯過，形狀唔正常，頭部歪到一邊，好似斷咗頸。阿軒即刻轉頭，冇人。佢心入面開始唔安，但佢硬住頭皮行多幾步。第4盞燈上面嘅燈罩突然啪一聲震咗一下，雖然冇亮，但燈罩入面傳出一陣好輕嘅聲音，好似有人喺裏面講嘢。行前啲，阿軒擰咗，心諗係咪風聲？但後巷冇風。佢再行一步，第4盞燈上面嘅聲音再講。行前啲，今次嗰把聲好乾好沙，好似喉嚨爛咗嘅女人聲。阿軒開始驚，想退後，但佢腳底好似黐住地面。佢望落地面，2條影變成3條，第3條影好短，好似一個細路仔蹲喺度。阿軒忍唔住講：邊個？第4盞燈入面傳返一句：邊個？但嗰把聲唔係模仿佢，係一把男人聲，好低好沉，好似喺水底講嘢。阿軒開始想跑，但佢一喐，第4盞燈突然亮咗，亮得好白，好刺眼，好似醫院手術燈。燈光照到地面，3條影變成4條，第4條影企喺佢正後面，形狀好似一個女人，頭髮濕到滴水，身體好瘦，手好長，長到影子伸到佢腳邊。阿軒忍唔住慢慢轉頭，冇人，但影仲喺度。第4盞燈開始閃，閃到好似心跳咁。燈光每閃一次，影就喐一次，慢慢向佢靠近。阿軒用盡力氣衝出去，跑到後巷口，先敢停低。佢望返入去，第4盞燈已經熄返，後巷黑到好似冇存在過。第2日開始，阿軒發現自己有問題。佢每晚瞓覺前都會見到房間角落有一條影，好瘦好長，好似第4盞燈下面嗰條影。佢開燈，影冇咗；佢熄燈，影又出現。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冇事，但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2條。街坊聽到佢講，都話山東街後巷以前有個女人喺第4盞燈下面被人殺咗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會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影嘅人，有人話第4盞燈亮嘅時候佢就會出嚟。最恐怖嘅係，有人夜晚經過山東街後巷，會見到第4盞燈偶然亮一下，亮得好白，好刺眼。亮嘅嗰一秒，地面會多咗一條影，永遠都唔知嗰條影係邊個。嗰種聲線唔係鬼叫，唔係喊，係好真、好慢、好熟，熟到你聽到會心軟，但心軟嘅同時，背脊會起晒一粒粒嘅冷汗。佢阿婆嗰種講法係細個放學返屋企嗰種，帶住少少喘氣、少少笑意、少少老咗嘅沙聲，但而家喺凌晨1點幾嘅封死後巷入面響起，嗰種熟悉變成恐怖，嗰種溫柔變成壓迫。
佢隻腳好似唔係自己嘅，濕住、重住、拖住，行入去嗰刻，整條巷嘅空氣都變得窄咗，窄到好似有人用手掌合埋你個頭咁，逼到你呼吸都變形。矮膠凳嘅腳喺地面磨出枝嘅聲，飯碗入面嘅熱氣升得好慢，好似一條條手指伸出嚟，想摸你面。尖沙咀鐘樓，午夜01分，尖沙咀海旁嘅鐘樓，你一定行過。日頭遊客多到逼爆，夜晚就變成另一個世界。鐘樓外牆永遠有一陣舊石味，樓梯永遠濕，鐘面永遠黃到好似病咗。街坊都知鐘樓嘅鐘，午夜01分會多敲一次，但嗰一下唔係鐘敲嘅，係佢敲嘅。故事主角係阿嘉，一個做夜更保安嘅後生仔，成日喺尖沙咀巡夜。佢聽過鐘樓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保安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海風好大，鐘樓影子拉到好長，好似一隻巨獸企喺海旁。阿嘉巡到鐘樓底，聽到鐘樓入面有一陣好輕嘅金屬聲，好似有人用手指敲鐘面。佢心諗係風，但風唔會敲到咁規律。佢望住鐘面，11點59分。佢企喺度等，想睇下傳聞係咪真。12點，鐘敲咗12下，正常。阿嘉鬆一口氣，轉身想走。突然01分，鐘樓入面傳出第13下敲擊聲。嗰一下唔係鐘敲嘅，聲音好乾好沉，好似有人用指甲敲金屬。阿嘉成個人僵硬晒，慢慢望反鐘面，鐘面入面好似有一個影，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。佢以為係光線問題，但影慢慢喐，慢慢向鐘面中央靠近，好似想爬出嚟。阿嘉忍唔住退後一步，鐘面突然閃咗一下，好似有人喺裏面點咗燈。然後鐘樓入面傳出一陣好輕嘅聲音，好似一個女人喺水底講嘢。你聽到？阿嘉心跳到好似要爆，佢想走，但雙腳好似黐住地面。鐘面入面嘅影開始變形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講出第二句，你都聽到。阿嘉用盡力氣後退，跌咗喺地上。鐘樓入面嘅聲音開始變得密集，好似有人用指甲瘋狂敲鐘面。鐘面入面嘅影開始爬到鐘面邊緣，好似下一秒就會跌出嚟。阿嘉忍唔住衝出去，跑到海旁，跑到人多嘅地方先敢停低。佢望反鐘樓，鐘面已經恢復正常，影冇咗。第二日開始，阿嘉發現自己有問題。佢每晚12點，尖沙咀海防道、霓虹倒影。尖沙咀海防道夜晚永遠都亮，霓虹燈反射喺濕地面，好似一層薄薄嘅血光。遊客多，車聲多，人聲多，但街坊都知海防道有一段路嘅倒影，永遠多一個人。故事主角係阿靜，一個做夜更的士司機，成日喺尖沙咀兜客。佢聽過海防道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司機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霓虹燈照到地面好似濕咗嘅玻璃。阿靜喺海防道等客，車停喺路邊，佢望住後視鏡，見到自己，見到後座，見到街上行緊嘅人。正常，但下一秒，佢見到後座倒影入面多咗一個人。倒影入面嘅後座坐咗一個女人，影好瘦好長，頭髮濕到滴水，身體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。阿靜即刻轉頭，後座冇人。佢再望後視鏡，影仲喺度。女人影慢慢抬起頭，影子嘅嘴裂到好似撕開，慢慢喐，好似講緊嘢。但倒影無聲。阿靜心入面開始震，
佢用手拍下後座，想確認真係冇人。後座空空如也，但倒影入面嘅女人影突然伸出一隻手，手指長到唔正常，好似被拉扯過，慢慢指向阿靜。阿靜忍唔住講：邊個？倒影入面嘅女人影嘴喐得更快，好似喺尖叫，但無聲。下一秒，倒影入面嘅車門自己打開，真實嘅車門冇喐，但倒影入面嘅車門開到最大，好似有嘢想入嚟。阿靜嚇到踩油衝出去，車衝到彌敦道先敢停低。佢望反後視鏡，倒影正常反。佢以為件事完咗，但第二日開始，阿靜發現自己有問題。每晚開工，佢喺任何反光面都會見到第三個人，有時喺的士窗，有時喺商場玻璃，有時喺地面嘅水漬，永遠都係同一個女人影，永遠都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。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冇事，但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兩條。街坊聽到佢講，都話海防道以前有個女人喺雨夜被車撞死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身體跌喺霓虹燈倒影入面。有人話佢會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倒影嘅人，有人話霓虹燈照到地面嘅時候，佢會出嚟。最恐怖嘅係，有人夜晚經過海防道，會見到地面倒影入面多咗一個人。永遠都唔知嗰個人係邊個，永遠都唔知佢係咪跟住你。中環金融街摩天大樓47樓，中環金融街有一座摩天大樓，高到好似插入雲層，夜晚外牆玻璃反光到好似一塊巨型黑鏡。大樓入面永遠冷氣開到好凍，走廊永遠靜到好似冇人存在。保安都知47樓唔好上，因為嗰度有一條影梯。故事主角係阿豪，一個做夜更清潔嘅後生仔，成日凌晨喺摩天大樓巡樓。佢聽過47樓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清潔工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中環嘅霓虹燈照到大樓外牆好似濕咗嘅黑色玻璃。阿浩搭電梯上46樓，準備清潔走廊。電梯門開嗰一刻，佢聽到上面傳落嚟一陣好輕嘅腳步聲，好慢，好重，好似有人喺樓上行樓梯。但47樓冇樓梯。阿浩心諗係風聲，但大樓入面冇風。佢開始覺得唔對路，但佢硬住頭皮做嘢。做到一半，佢聽到47樓嘅電梯門叮一聲開咗，但佢冇按47樓。佢望向電梯，電梯門開住，入面燈光暗到好似深海。樓層顯示器停喺47。阿浩忍唔住行近一步，電梯入面嘅地面反光，好似一塊黑鏡。佢見到自己嘅影，但影後面多咗另一條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。阿浩即刻退後，心跳到好似要爆。電梯門慢慢閂，但閂到一半又開返，好似有嘢阻住。然後佢聽到47樓傳落嚟一陣聲音，好輕好乾，好似喉嚨爛咗嘅女人聲。上嚟，阿浩擰咗，心諗係咪有人困喺上面？但47樓係封層，冇人會喺度。佢忍唔住行入電梯，電梯門即刻啪一聲閂埋。電梯冇喐，樓層顯示器冇變，但電梯入面嘅燈開始閃，好似心跳咁。每閃一次，地面嘅影就喐一次，影慢慢向佢靠近。阿浩想冚掣，但所有掣都熄咗。電梯入面傳出第二句上嚟，今次嗰把聲近到好似喺佢耳邊。電梯突然震咗一下，然後開始升，升得好慢，好似有人用手推。升到47樓，門開。47樓走廊完全黑，
得盡頭有一盞黃到好似病咗嘅燈。地面濕，好似有人喺度拖過。阿浩望落地面，佢自己嘅影喺度，但影旁邊多咗另一條影。嗰條影好長，長到伸去走廊盡頭。影嘅頭部慢慢抬起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行前啲。阿浩嚇到成個人僵硬晒，但佢雙腳好似唔受控制，慢慢向前行。走到走廊中間，燈突然熄咗。黑暗入面，佢聽到一陣好輕嘅腳步聲由佢後面傳嚟。佢慢慢轉頭，冇人。金鐘政府大樓地下2層的檔案。金鐘政府大樓你一定行過，日頭人多到逼爆，夜晚就變成另一個世界。大樓外牆永遠有一陣冷冰冰嘅石味，走廊永遠靜到好似冇人存在，電梯永遠慢到好似唔想帶你去某啲樓層。所有做夜更嘅職員都知，地下2層有一個檔案室，冇編號，但永遠開住。佢哋叫嗰度做0號室。故事主角係阿文，一個做政府外判清潔嘅後生仔，成日凌晨喺金鐘政府大樓巡樓。佢聽過0號室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清潔工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金鐘嘅燈光照到大樓外牆好似濕咗嘅石板。阿文搭電梯落地下2層，電梯門開嗰一刻，佢聞到一陣好淡嘅紙味，唔係新紙味，係舊紙、濕紙、發霉紙嘅味。走廊好長，燈光黃到好似病咗，地面反光好似一層薄薄嘅水。佢行到盡頭，見到一扇門，冇編號，冇標示，冇鎖。門半開，裏面黑到好似冇光存在。佢心諗應該係啲舊檔案房。佢推開門，裏面嘅空氣凍到好似雪櫃，四周都係一排排舊木櫃，櫃門全部半開，好似有人啱啱搵過嘢。地面有一堆散落嘅文件，全部濕咗，好似被人踩過。阿文用電筒照入去，見到最入面有一張舊木台，台上面有一本厚厚嘅檔案簿。檔案簿冇封面，冇標題，得一行好淡嘅字，好似有人用手指畫出嚟，未完成。阿文心入面開始唔安，但佢冇講出口。佢行近啲，想睇清楚。突然，佢聽到後面有一陣好輕嘅紙張聲，好似有人喺佢背後翻文件。佢即刻轉頭，冇人，但櫃門全部慢慢喐，好似有人喺裏面推。阿文開始覺得唔對路，想走，但檔案簿自己打開，頁面開始自己翻，好快，好亂，好似一個人喺度發狂咁。每一頁都係空白，但空白入面慢慢浮現字，字好淡，好亂，好似有人用指甲刮出嚟。未完成，未完成，未完成。阿文心跳到好似要爆，佢想衝出去，但0號室嘅門啪一聲閂埋。檔案櫃開始震，好似裏面有一班人想衝出嚟。然後佢聽到一陣好輕嘅聲音，好乾，好沙，好似喉嚨爛咗嘅男人聲。幫我完成。阿文嚇到成個人僵硬晒，佢望向檔案簿，頁面上面浮現一張人面。嗰張人面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幫我完成。阿文用盡力氣踢開門，衝出走廊，跑到電梯口，冚掣冚到手都震。電梯門開嗰一刻，佢望返0號室，門已經半開，裏面黑到好似冇存在過。第2日開始，阿文發現自己有問題，佢每晚瞓覺前都會聽到一陣好輕嘅紙張聲，好似有人喺佢房入面翻文件。佢開燈，聲冇咗；佢熄燈，聲又出現。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冇事，但佢手背偶然會出現好淡嘅字，好似有人用指甲刮出嚟，未完成。街坊聽到佢講，都話金鐘政府大樓以前有個職員喺地下2層嘅檔案室度死咗，
死嘅時候仲未完成佢負責嘅案件。有人話佢會揾人幫佢完成，有人話佢會跟住入過0號室嘅人，有人話0號室永遠開住，因為嗰個案件永遠未完成。最恐怖嘅係，有人夜晚經過政府大樓地下2層，會聽到一陣好輕嘅紙張聲，但永遠冇人敢推開嗰扇冇編號嘅門。灣仔會展、北翼天橋灣仔會展你一定行過，日頭光猛到好似玻璃海，夜晚就變成另一個世界。會展外牆永遠有一陣冷冰冰嘅金屬味，天橋永遠靜到好似冇人存在，玻璃幕牆反光到好似一塊巨型黑鏡。所有做夜更嘅保安都知，北翼天橋夜晚唔好行，因為永遠會有第3個腳步聲跟住你。故事主角係阿健，一個做會展夜間保安嘅後生仔，成日凌晨巡場。佢聽過北翼天橋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保安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灣仔海風吹到玻璃幕牆好似一層薄薄嘅水。阿健巡到北翼天橋，整條天橋空空如也，得佢一個人。佢行到中段，腳步聲喺玻璃地面反射得好清楚，嗒嗒嗒，正常。但下一秒，佢聽到第2組腳步聲，嗒嗒嗒，節奏同佢一模一樣，好似影子跟住佢。佢停低，第2組腳步聲都停。佢再行，第2組腳步聲又跟住。佢心入面開始唔安，但佢硬住頭皮繼續巡。行到天橋盡頭，佢聽到第3組腳步聲，嗒嗒嗒，節奏唔同，步伐好慢，好重，好似一個人拖住腳行。強仔，就等你啦，坐低啦。嗰啲人抬頭嗰刻，眼神唔係死嘅，係活嘅，但係活喺20幾年前嗰日，活喺火燒嘅嗰個瞬間，活喺佢哋永遠走唔到嘅嗰個世界。佢哋笑得好慢，嘴角拉得好長，長到好似唔係人嘅肌肉可以做到咁。阿強想轉身，但後面已經冇街，得返嗰道紅磚牆，燒到焦黑嘅痕跡仲喺度，好似火仲未熄。佢聽到筷子敲碗嘅聲越來越密，密到好似一群人喺佢耳邊敲住佢心跳，敲到佢個胸口好似要爆。老味、焦味、濕味、舊唐樓嘅霉味全部壓埋一齊，壓到佢成個人好似被困喺一個冇出口嘅夜晚。阿健即刻轉頭，冇人，但腳步聲仲喺度，近到好似喺佢背脊後面。佢望落地面，玻璃地面反光入面有3條影，佢自己一條，第2條係佢影嘅反射，第3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。阿健成個人僵硬晒，慢慢退後。第3條影開始喐，喐得好慢，好似有人喺玻璃下面行。影嘅頭慢慢抬起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好似喺玻璃底講嘢。你聽到？阿健嚇到想跑，但天橋兩邊嘅玻璃幕牆突然啪一聲震咗一下，好似有人用手拍。整條天橋嘅燈開始閃，閃到好似心跳咁。每閃一次，第3條影就近一步。阿健用盡力氣衝返會展大堂，跑到保安室先敢停低。佢望返北翼天橋，燈光正常返，影冇咗。佢以為件事完咗，但第2日開始，阿健發現自己有問題。佢每晚瞓覺前都會聽到3組腳步聲。第1組係佢自己嘅，第2組係影子嘅，第3組好慢好重，好似拖住腳。佢開燈，聲冇咗；佢熄燈，聲又出現。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冇事，但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3條。街坊聽到佢講，都話北翼天橋以前有個女職員喺凌晨返工時跌落玻璃幕牆底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
有人話佢會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聽到第三組腳步聲嘅人，有人話北翼天橋嘅玻璃底永遠有人喺度行。最恐怖嘅係，有人夜晚經過會展，會見到北翼天橋嘅玻璃幕牆偶然亮一下，亮嘅嗰一秒，反光入面會多咗第三條影，永遠都唔知嗰條影係邊個。灣仔菲林明道行車天橋的回望位，灣仔菲林明道有一條行車天橋，日頭車多到好似一條金屬河，夜晚就變成一條長長嘅黑色骨架。天橋底永遠濕，永遠有一陣舊鐵味同海風混住嘅霉味。街坊都知天橋底有一個位置，你行過嘅時候永遠會覺得有人喺你後面望住你，嗰度叫回望位。故事主角係阿如，一個做夜更外賣嘅女仔，成日喺灣仔穿插後巷送餐。佢聽過回望位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街坊講嚇細路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霓虹燈照到天橋底嘅水漬好似一層薄薄嘅黑鏡。阿如要送餐去一間劏房，必須經過回望位。佢行到嗰度，突然覺得背脊好涼，好似有人用濕手指掂住佢頸後面。佢忍唔住轉頭，冇人。佢再行多兩步，背脊嘅涼意變成一陣好輕嘅呼吸聲。呼吸聲好近，好似喺佢耳邊。阿如心入面開始唔安，但佢硬住頭皮行。行到天橋底中央，佢望落地面，見到自己嘅影，但影旁邊多咗另一條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，身體好似被拉扯過。阿如即刻轉頭，冇人。但影仲喺度，而且慢慢向佢靠近。影嘅頭慢慢抬起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好似喺地面入面講嘢。你望我，阿如嚇到成個人僵硬晒。佢想走，但雙腳好似黐住地面。天橋上面突然傳出一陣好重嘅腳步聲，乒乒乒，好似一個人喺天橋上面行，但步伐好慢好重，好似拖住腳。下一秒，影嘅嘴再喐，我都望你。阿如用盡力氣後退，跌咗喺地上。佢抬頭望住天橋底，影已經貼到佢腳邊，好似下一秒就會爬上佢身。佢忍唔住衝出去，跑到菲林明道街燈下面先敢停低。佢望反天橋底，影冇咗，呼吸聲冇咗，天橋底靜到好似冇存在過。深水埗欽州街巴士站最後一個乘客，香港有好多巴士站，但深水埗欽州街嗰個夜晚特別唔乾淨。街坊都知凌晨1點之後，嗰個站永遠會多一個乘客。故事主角係阿晴，一個做夜更外賣嘅後生仔，成日喺深水埗、旺角、油麻地穿插送餐。佢聽過欽州街巴士站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街坊講嚇細路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深水埗嘅霓虹燈照到地面好似濕咗嘅玻璃。阿晴送完餐，想搭巴士返屋企。佢行到欽州街巴士站，成個站空空如也，得佢一個人。佢望住站牌，見到下一班巴士仲有10分鐘。佢攰到想瞓，低頭玩手機。突然，佢聽到後面有腳步聲，好輕好慢，好似有人拖住腳行。佢轉頭，冇人，但腳步聲仲喺度，近到好似喺佢耳邊。佢望落地面，見到自己嘅影，但影旁邊多咗另一條影。佢望落地面，見到自己嘅影，但影旁邊多咗另一條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，身體好似被拉扯過。阿晴成個人僵硬晒，慢慢退後。影跟住佢，影嘅頭慢慢抬起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好似喺地面入面講嘢。等我，
阿晴心跳到好似要爆，佢想走，但巴士燈光突然照到佢面前，巴士嚟咗。但奇怪嘅係，巴士入面冇司機，車門自己開，車廂燈自己亮，車入面空空如也，好似一個冇人嘅盒。阿晴嚇到唔敢上車，佢慢慢退後。但影嘅嘴再喐，上車，巴士報站器突然自己響起，但報嘅唔係路線名，而係一把好乾、好沙、好似喉嚨爛咗嘅女人聲。返嚟，阿晴即刻轉身狂跑，跑到欽州街盡頭先敢停低。佢望返巴士站，巴士冇咗，影冇咗，整個站靜到好似冇存在過。佢以為件事完咗，但第二日開始，阿晴發現自己有問題。佢每晚瞓覺前都會聽到巴士報站器嘅聲，返嚟，佢開燈，聲冇咗，佢熄燈，聲又出現。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兩條。街坊聽到佢講，都話欽州街巴士站以前有個女人喺雨夜追巴士時跌落車底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會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影嘅人，有人話最後一班巴士永遠都係俾佢搭。最恐怖嘅係，有人夜晚經過欽州街巴士站，會見到巴士站倒影入面多咗一個人，永遠都唔知嗰個人係邊個，永遠都唔知佢係咪等緊你。紅磡海底隧道入口第3條車線，香港有好多隧道，但紅磡海底隧道嘅入口永遠有一種壓迫感，車聲大，風聲重，燈光黃到好似病咗，地面永遠濕，永遠反光。司機之間流傳一個傳聞，凌晨1點之後，第3條車線永遠會有一個回頭人。故事主角係阿朗，一個做夜更的士司機，成日喺港九之間穿插。佢聽過回頭人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司機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紅隧入口嘅燈照到地面好似濕咗嘅黑色玻璃。阿朗揸住的士，準備入隧道。佢揀咗第3條車線，因為冇車。但入線嗰一刻，佢突然覺得背脊好涼，好似有人喺後座呼氣。佢望後視鏡，後座冇人，但鏡入面嘅倒影，後座多咗一個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，身體好似被拉扯過。阿朗即刻轉頭，後座空嘅。佢再望鏡，影仲喺度，而且慢慢抬起頭。影嘅頭抬到最高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好似喺鏡入面講嘢。回頭，阿朗心跳到好似要爆，佢忍唔住望向隧道入口。第3條車線嘅地面反光入面，真實世界多咗一個人影。嗰個影企喺車線中央，背向住佢，頭慢慢轉，但唔係人類嘅轉法，係好慢好重，好似頸斷咗之後硬生生扭返嚟。影轉到一半，嘴裂到好似撕開，講第2句回頭。阿朗嚇到踩油衝入隧道，車衝到中段先敢停低。佢望後視鏡，影冇咗。佢以為件事完咗。第2日開始，阿朗出事，佢每晚揸車都會喺後視鏡見到回頭人坐喺後座，永遠都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，永遠都係嗰句回頭。佢開燈，影冇咗，佢熄燈，影又出現。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2條。街坊講嘅版本，有人話紅隧入口以前有個女人喺雨夜被車撞死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喺隧道口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影嘅人，有人話第3條車線永遠都係俾佢行。最恐怖嘅係，有司機夜晚經過紅隧入口，會見到第3條車線嘅地面反光入面多咗一個人影。
永遠都唔知嗰個影係邊個，永遠都唔知佢係咪叫你回頭。青沙公路觀景台，青沙公路夜晚好靚，燈光照到山邊好似一條金色蛇，但司機都知第7公里有啲嘢跟住車，唔係人，唔係動物，係影。故事主角係阿健，一個做夜更運輸嘅司機，成日喺青沙公路、城門隧道、獅隧之間穿插。佢聽過第7公里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司機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青沙公路嘅燈照到路面好似濕咗嘅黑色玻璃。阿健揸住貨 van，準備返葵涌倉。行到第6公里，一切正常。行到第7公里，佢突然覺得車尾好重，好似多咗人坐喺後面。佢望後視鏡，後面冇人，但鏡入面嘅倒影，車尾多咗一條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，身體好似被拉扯過。阿健即刻轉頭，車尾空嘅。佢再望鏡，影仲喺度，而且慢慢抬起頭。影嘅頭抬到最高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好似喺鏡入面講嘢。揸快啲！阿健嚇到踩油，車衝到80、90，再上到100，但影冇甩，仲貼得更近。影嘅嘴再喐，快啲！鵝頸橋下的10人影，喺灣仔鵝頸橋嗰度有一個好少人講，但講開嘅都話唔好再提嘅故事。成件事發生喺2014年雨季，嗰陣成個香港都濕到好似發霉咁。夜晚落住毛毛雨，街燈黃到好似病咗。故事嘅主角係一班10個後生仔女，全部都係做夜更嘅，有做酒吧，有做廚房，有做送外賣，有做保安，總之就係嗰啲凌晨3、4點先收工嘅人。佢哋有個習慣，每晚收工都會喺鵝頸橋下面嗰條窄巷度聚一聚，食煙、吹水，講下啲夜更見到嘅怪事。嗰條窄巷你應該知，係一條永遠都濕、永遠都有垃圾水味、永遠都覺得有人喺你後面望住你嘅地方。10個人入面有一個叫阿灘嘅，成日講鬼故，講到好似佢真係見過咁。佢話鵝頸橋下面成日有多咗嘅影，即係你明明得3個人企喺度，但地面反射出嚟嘅影係4個、5個，甚至6個。其他人就笑佢，話佢吹水。直到有一晚，10個人全部都喺度，佢哋第一次見到11個影。嗰晚落住雨，阿健心跳到好似要爆，佢忍唔住望向路面。第7公里嘅路面反光入面多咗一個人影。嗰個影企喺路中央，背向住佢，頭慢慢轉，但唔係人類嘅轉法，係好慢好重，好似頸斷咗之後硬生生扭返嚟。影轉到一半，嘴裂到好似撕開，講第3句，快啲！阿健嚇到踩死油，車衝過影，影冇消失，反而貼咗喺車窗外面，好似一張濕嘅人皮黐住玻璃。佢狂叫，但叫唔出聲。車衝到第8公里，影突然消失。佢停低車，成個人震到講唔到嘢。佢以為件事完咗。第2日開始，阿健出事，佢每晚揸車都會喺後視鏡見到第7公里嗰條影坐喺車尾，永遠都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，永遠都係嗰句快啲。佢開燈，影冇咗；佢熄燈，影又出現。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2條。峨眉月老司機講嘅版本，有人話青沙公路第7公里以前有個女人喺雨夜被貨車撞死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喺高速公路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影嘅人，有人話第7公里永遠都係俾佢行。峨眉月最恐怖嘅係，有司機夜晚經過青沙公路第7公里，
會見到路面反光入面多咗一個人影，永遠都唔知嗰個影係邊個，永遠都唔知佢係咪叫你快啲。大帽山山路轉彎第13秒的山影人。大帽山夜晚好靜，靜到連風聲都好似被山吞咗。山路窄，彎多，冇燈，路面永遠濕，永遠反光，好似一條黑色蛇喺山腰度扭。司機之間流傳一個傳聞，夜晚行到大帽山山路第3個大彎，數13秒，你會見到山影人。故事主角係阿浩，一個做夜更送貨嘅司機，成日喺大帽山、城門、荃錦公路之間穿插。佢聽過山影人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司機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山霧厚到好似白色布幕。阿浩揸住貨 van 上大帽山，準備送器材去山頂嘅天文台。行到第1個彎，正常；行到第2個彎，正常；行到第3個彎，佢突然覺得車頭好似撞到啲嘢，但冇聲、冇震、冇反應。佢心諗係山霧太厚，但佢突然記起老司機講過嘅嘢。第3個彎，數13秒。佢心入面開始唔安，但忍唔住數1秒、2秒、3秒。數到第13秒嗰刻，山霧突然散咗一小塊。佢望到路邊，見到一個人影。嗰個影好瘦、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，身體好似被拉扯過。影企喺山路邊，背向住佢。阿浩即刻踩 brake， 成個人僵硬晒。佢望住影，影慢慢轉頭，但唔係人類嘅轉法，係好慢、好重，好似頸斷咗之後硬生生扭返嚟。影轉到一半，嘴裂到好似撕開，講咗一句唔好上。阿浩嚇到成個人震晒，佢想掉頭走，但山霧突然變得好厚，厚到好似一堵牆。影嘅嘴再喐，唔好上。佢踩油衝過影，影霧消失，反而貼咗喺車窗外面，好似一張濕嘅人皮黐住玻璃。阿浩狂叫，但叫唔出聲。車衝到下一個彎，影突然消失。佢停低車，成個人震到講唔到嘢。佢以為件事完咗。第2日開始，阿浩出事。佢每晚揸車都會喺後視鏡見到山影人坐喺後座，永遠都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，永遠都係嗰句唔好上。佢開燈，影冇咗；佢熄燈，影又出現。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2條。峨眉與老司機講嘅版本，有人話大帽山第3個彎以前有個女人喺雨夜跌落山坡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喺山路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影嘅人，有人話第3個彎永遠都係俾佢守住。影企喺山路邊，背向住佢。阿浩即刻踩 brake， 成個人僵硬晒。佢望住影，影慢慢轉頭，但唔係人類嘅轉法，係好慢、好重，好似頸斷咗之後硬生生扭返嚟。影轉到一半，嘴裂到好似撕開，講咗一句唔好上。阿浩嚇到成個人震晒，佢想掉頭走，但山霧突然變得好厚，厚到好似一堵牆。影嘅嘴再喐，唔好上。佢踩油衝過影，影霧消失，反而貼咗喺車窗外面，好似一張濕嘅人皮黐住玻璃。阿浩狂叫，但叫唔出聲。車衝到下一個彎，影突然消失。佢停低車，成個人震到講唔到嘢。佢以為件事完咗。第2日開始，阿浩出事。佢每晚揸車都會喺後視鏡見到山影人坐喺後座，永遠都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，永遠都係嗰句唔好上。佢開燈，影冇咗；佢熄燈，影又出現。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2條。峨眉與老司機講嘅版本，
有人話大霧山第3個彎以前有個女人喺雨夜跌落山坡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喺山路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見到佢影嘅人，有人話第3個彎永遠都係俾佢守住。城門水塘郊野徑的回頭樹，香港郊野公園日頭好靚，但夜晚就變成另一個世界。城門水塘尤其出名，靜、黑、濕，樹影多到好似一群人企喺度。行山友之間流傳一個傳聞，夜晚行城門水塘郊野徑，永遠唔好喺回頭樹前面回頭，因為有人話你回一次頭，樹後面就會多一個人影。故事主角係阿晴，一個中意夜行山嘅後生仔，成日喺城門、金山、筆架山道行。佢聽過回頭樹嘅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老行山友講嚇新仔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毛毛雨，城門水塘嘅霧口都好似白色布幕。阿晴一個人夜行，想影夜景。行到半路，佢見到一棵好大嘅樹，樹幹粗到好似一個人咁闊，樹皮黑到好似燒過。佢心諗，應該就係人哋講嘅回頭樹。佢行過樹前面嗰刻，突然覺得背脊好涼，好似有人用濕手指掂住佢頸後面。佢忍唔住回頭，冇人，但樹影後面多咗一條影。嗰條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，身體好似被拉扯過。阿晴成個人僵硬晒，慢慢退後。影跟住佢，影嘅頭慢慢抬起，變成一張人面，冇眼冇鼻，得一個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慢慢喐，好似喺樹影入面講嘢。回多次，阿晴嚇到心跳到好似要爆，但佢忍唔住再回頭。今次樹後面多咗2條影，2條影都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。佢開始跑，但影嘅聲音喺樹林入面回蕩，回多次，回多次，回多次，每一次回音，影就多1條。阿晴跑到水塘邊，霧厚到好似牆。佢忍唔住再回頭，樹林入面企咗成排影，全部歪頸、裂嘴、冇眼。佢差啲暈低，狂跑返出口，跑到燈光下面先敢停低。佢望返郊野徑，影冇咗，樹冇咗，霧散晒，好似冇存在過。佢以為件事完咗。第2日開始，阿晴出事，佢每晚瞓覺前都會覺得背後有人望住佢。佢回頭一次，房間角落多咗1條影。佢回頭第2次，影變成2條。佢回頭第3次，影變成3條。永遠都係同一個形狀，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。佢開燈，影冇咗；佢熄燈，影又出現。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佢冇事，但佢影子偶然會分裂，變成2條、3條、4條。峨眉與老行山友講嘅版本，有人話城門水塘以前有個女人喺夜行山時跌落山坡，死嘅時候頸斷咗，影子歪咗。有人話佢喺樹林入面揾人陪佢，有人話佢會跟住回頭嘅人，有人話回頭樹永遠都會記住你回過幾多次。最恐怖嘅係，有行山友夜晚經過城門水塘，會見到樹影入面多咗1條影。永遠都唔知嗰個影係邊個，永遠都唔知佢係咪等緊你。最恐怖嘅係，有行山友夜晚經過城門水塘，會見到樹影入面多咗1條影。永遠都唔知嗰個影係邊個，永遠都唔知佢係咪等緊你。新月藍地公路，1990年代的藍地鬼巴士，呢個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真實鬼故，唔係網民作，唔係都市傳說，係的士司機、巴士司機，甚至警察都講過。事件背景真實，藍地公路係屯門區一段好長嘅山路，90年代未完全發展，夜晚黑到好似冇光。嗰段路出名多車禍，尤其係巴士。有一年深夜，一架巴士落斜時失控，衝落山坡，多人死傷。報紙有報道，係真事。之後開始有司機講，夜晚經過藍地公路會見到一架冇燈嘅巴士慢慢行。
的士司機 A 真實口述，佢話嗰晚凌晨2點揸的士返屯門，行到藍地公路，前面突然多咗一架巴士，但奇怪嘅係巴士冇開燈，冇乘客，冇司機影，車牌係舊式，已經停用嗰種。佢心諗係維修車，但佢越睇越唔對路。巴士行得好慢，好似飄。的士司機想超車，但超唔到，條路好似變窄咗。佢望入巴士車頭，見到司機位有個人影，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。佢即刻踩油衝過去，衝過嗰刻，巴士突然消失，後面冇車，前面冇車，整條路空晒。佢嚇到手震，返到屯門站先敢落車。巴士司機 B 真實口述，佢話自己揸尾班車返屯門碼頭，行到藍地公路，見到前面有另一架巴士慢慢行。佢用無線電問前面邊架，總站答冇車喺你前面。佢再望巴士入面坐滿人，但全部低住頭，好似瞓咗。佢想再望清楚，巴士突然熄晒燈，停喺路中央。佢踩 brake 停低，想落車睇，但下一秒巴士好似被風吹散咁消失咗。佢報站，總站話你見到嗰架係嗰年出事嗰架。警察真實記錄，有警察巡邏時報過，夜晚經過藍地公路，見到一架冇燈嘅巴士停喺路邊。佢落車睇，巴士入面冇人，司機位冇人，車牌係舊式。佢報返去，車隊話嗰架巴士已經報廢咗。警察再望返，巴士冇咗。藍地軌巴士的共通點，真實口述，所有見過嘅人都講巴士冇燈，車牌係舊式，行得好慢，司機影歪頸，車入面坐滿人，但全部低頭，超車時會突然消失，有時會跟住你一段路，而最恐怖嘅係全部人見到嘅巴士都係同一款、同一車牌、同一事故年份。巷口嘅霓虹燈閃到好似心臟病咁，10個人企喺度食煙，講緊啲無聊嘢。突然間，阿灘望住地下，佢條煙跌咗落地。其他人跟住望落去，10個人卻有11條影，多出嗰條影企喺最中間，好長好瘦，好似一條被拉扯過嘅黑線，冇頭冇手冇腳，只係一條影，但影嘅形狀好似一個人企喺度。10個人全部都呆咗，冇人敢喐。然後11條影入面有一條影開始慢慢移動，但係10個人全部都冇喐，影自己喐。佢慢慢向阿灘嘅影貼埋去，好似想同佢嘅影重疊。阿灘成個人僵硬晒，想走但雙腳好似黐住咗地面。其他人想叫佢，但全部人嘅聲都出唔到。11條影變成10條影嘅嗰一秒，阿灘突然好似被抽乾咗咁，成個人跪咗落地，面青到好似死咗。之後佢哋扶佢返屋企，但阿灘第2日冇返工，第3日冇返工。伊利沙伯醫院 QE 深夜7別病房的床尾女人，呢個故事係香港醫護界流傳咗20幾年，唔係網上作，係護士輪更時真係遇過，而且唔止一個人。背景真實，伊利沙伯醫院 QE 嘅7別病房係老人科，夜晚特別靜。好多護士講過，凌晨2點至4點，7別病房會多一個唔屬於任何病人嘅女人影。佢唔係病人，唔係家屬，唔係醫護，但佢會企喺病床尾。護士 A 真實口述，佢話嗰晚做更，凌晨3點巡房，病房好靜，得呼吸機聲。佢行到7別12號床，見到床尾企咗個女人，女人着住舊式病人衫，濕頭髮，面色白到好似紙。護士以為係家屬，想叫佢出去休息室。佢講唔好企喺度，女人冇反應。護士再行近一步，女人突然消失。佢嚇到成個人僵硬晒，望返床尾冇人。但病人突然醒咗，講咗一句：佢成晚都喺度。護士 B 真實口述，佢話自己夜更時見到同一個女人。
但佢見到嘅版本更恐怖。女人企喺床尾，但雙腳離地，好似吊住咁。佢即刻退後，想叫同事，但女人慢慢抬起頭，露出裂到好似撕開嘅嘴。嗰張嘴冇聲，但好似喺講走啦。護士別之後遲咗夜更。保安真實口述，有保安講過，凌晨巡樓時經過7樓走廊，會見到一個女人影企喺盡頭，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。佢行近，影會慢慢退入病房，但病房入面冇人企過。醫生真實口述，有醫生講過，佢夜晚做 CPR 搶救一個老人家，搶救完老人家走咗，佢抬頭望向門口，見到一個女人影企喺度望住佢，佢以為係家屬，想講返句節哀，但佢眨咗一下眼，女人影冇咗。佢問護士頭先有家屬入嚟，護士答冇人入過。醫生之後唔敢再夜更一個人做 CPR。側別病房的床尾女人，醫護界講咗好多年，全部版本都一致。女人着舊式病人衫，頭髮濕，面色白，企喺床尾，有時雙腳離地，有時會望住你，有時會跟住巡房嘅護士。病人偶然會講，佢成晚都喺度。而最恐怖嘅係，佢出現嘅病床，通常第2日就會有事。醫護界唔會公開講，但大家心照，側別病房夜晚真係唔好亂望床尾。富山殮房，冷房富山殮房係香港最大嘅殮房之一，冷房多，遺體多，夜間特別靜。職員之間流傳咗好多年，冷房3號有一具遺體會自己開眼。呢個唔係都市傳說，係3個不同職員講過同一件事。殮房助理真實口述，佢話嗰晚係凌晨2點，佢一個人喺冷房做記錄。冷房好凍，得雪櫃聲。佢打開3號櫃，準備核對遺體資料。遺體係一個中年男人，眼已經閉埋，面色白到好似紙。佢寫緊資料時，突然覺得有陣風。佢抬頭，遺體嘅眼開咗，唔係半開，係完全張開，望住佢。佢即刻彈開，手震到寫唔到字。佢再望，眼又閉反。佢以為自己眼花，叫咗另一個同事入嚟。同事打開櫃，眼閉嘅，但同事講咗一句：你唔好再望佢。殮房助理別真實口述，佢話自己夜更時做清潔，經過冷房3號，佢冇打開櫃，只係經過，但佢聽到櫃入面有聲，好輕好慢，好似有人用指甲刮金屬，刮刮刮。佢以為係老鼠，叫保安嚟睇。保安打開櫃，遺體冇喐，但櫃內則有3條新鮮刮痕。保安即刻閂櫃，講咗一句：佢又醒咗。有保安講過，凌晨巡樓時經過冷房走廊，會見到3號櫃嘅門微微開咗一條縫，但櫃係有鎖嘅，唔可能自己開。佢行近，縫慢慢合返。佢心諗係風，但冷房冇風。佢再行近一步，聽到櫃入面有一把好乾、好沙，好似喉嚨爛咗嘅男人聲。開門，保安即刻退後，之後再冇夜更。法醫助理真實口述，佢話自己要搬遺體去解剖室。推櫃嗰刻，遺體嘅頭突然向佢方向微微側咗一下，佢嚇到成個人僵硬晒，望住遺體。遺體冇喐，但嘴角好似裂咗一條好淡嘅線。佢講咗一句：唔好再睇佢，遺體眼會自己開，有時會望住人，有時會刮櫃，有時會出聲，櫃門偶然會自己開一條縫。聽到聲嘅人通常之後都唔敢再夜更。而最恐怖嘅係，嗰具遺體係90年代一宗未破的兇案死者。有人話佢死得唔甘心，有人話佢揾人幫佢講嘢，有人話佢仲未走。殮房職員之間有一句說話：富山3號唔好望第2次。深水埗救護站凌晨呼叫的無名傷者，呢個故事係香港救護員之間流傳咗10幾年，唔止一個人講過，甚至有通話記錄、出車記錄做印證。背景真實，深水埗救護站附近好多舊樓、劏房、天橋底，夜晚特別多意外。
但救護員之間最唔想接嘅呼叫係凌晨3點，長沙灣道近欽州街嘅單一傷者，因為好多救護員講過嗰個傷者唔係人。救護員呢真實口述，佢話嗰晚凌晨3點接到呼叫，長沙灣道有一名男子倒地，需要急救。佢同拍檔去到現場，路面空空如也，冇人，但地面有一灘水，好似有人企過。佢哋四圍揾唔到傷者，正準備收隊時，救護車後門自己開咗一條縫。拍檔以為係風，但深水埗凌晨冇風。佢哋行近，見到救護車入面多咗一個人影。嗰個影坐喺擔架床上，濕頭髮，面色白到好似紙，頭歪到一邊，好似頸斷咗。救護員你即刻問你係咪傷者，影冇反應。佢再問你聽到我講嘢嗎？影慢慢抬起頭，嘴裂到好似撕開，講咗一句反站。救護員你成個人僵硬晒，拍檔即刻閂門，兩個人都唔敢再望。返到救護站，佢哋打開車門，擔架床空嘅，但床布濕晒，好似有人瞓過。救護員 B 真實口述，佢話自己接過同一個呼叫，去到現場冇人。返到救護車，擔架床上面多咗一個男人嘅影。佢想照血壓，手一掂到對方手腕，冰到好似雪櫃入面嘅肉。佢嚇到縮手，影嘅嘴慢慢喐。返站，佢哋返到站，影冇咗。但車尾有一灘水，好似有人落過車。通話記錄真實，有一次控制中心 replay 通話時發現，報案人嘅聲好乾好沙，好似喉嚨爛咗。佢講嘅係有人落車，但現場冇人落過車。救護站保安真實口述，保安講過凌晨3點救護車返站時，佢見到車尾有個人影落車，影好瘦好長，頭歪到一邊。佢想叫佢，但影行到半路突然消失。保安之後唔敢再夜更。真實結論，深水埗救護車的無名傷者，所有救護員講嘅版本都一致，呼叫永遠係凌晨3點，現場永遠冇傷者，救護車入面會多咗一個影，影永遠係濕頭髮、歪頸、裂嘴，永遠講同一句返站，擔架床永遠濕，車尾永遠有水痕。見到影嘅救護員通常之後都唔敢再夜更，而最恐怖嘅係嗰個呼叫係真實存在嘅，控制中心有記錄。但報案人嘅電話號碼係空號，地址永遠冇人，傷者永遠唔見。第5日開始連電話都打唔通，有人去佢屋企敲門，冇人應。最後係管理處開門入去，阿灘喺屋企，但佢企喺客廳中央，背向住門，成個人瘦到好似紙咁。佢冇死，但佢影子冇咗。成間屋光線照住佢，但地下係空嘅，冇影。佢成日喺屋企講一句說話，佢哋仲有9個、10個朋友入面，有人開始唔敢再去鵝頸橋，有人搬走，有人辭職，但無論佢哋去到邊，佢哋都開始發現自己嘅影偶然會變長、變瘦、變得唔正常，好似有另一個影相同佢哋重疊。直到今日，鵝頸橋下面嘅地面偶然會見到11條影，但永遠都揾唔到第11個人。有人話嗰11條影係影借命，影會揾人補數；有人話係鵝頸橋下面以前有10個人集體自殺；有人話係夜更人嘅怨氣聚埋一齊變成嘅影鬼。但最恐怖嘅係10個人入面，阿灘講嘅最後一句說話，永遠都解唔到，佢哋仲有9個。第5日開始連電話都打唔通，有人去佢屋企敲門，冇人應。最後係管理處開門入去，阿灘喺屋企，但佢企喺客廳中央，背向住門，成個人瘦到好似紙咁。佢冇死，但佢影子冇咗。成間屋光線照住佢，但地下係空嘅，冇影。佢成日喺屋企講一句說話。佢哋仲有9個、10個朋友入面，有人開始唔敢再去鵝頸橋，有人搬走，有人辭職，但無論佢哋去到邊，佢哋都開始發現自己嘅影偶然會變長、
變瘦，變得唔正常，好似有另一個影相同佢哋重疊。直到今日，鵝頸橋下面嘅地面偶然會見到11條影，但永遠都揾唔到第11個人。有人話嗰11條影係影借命，影會揾人補數；有人話係鵝頸橋下面以前有10個人集體自殺；有人話係夜更人嘅怨氣聚埋一齊變成嘅影鬼。但最恐怖嘅係10個人入面，阿灘講嘅最後一句說話，永遠都解唔到，佢哋仲有9個。旺角新興大廈電梯13秒。喺旺角奶路臣街有一座好舊嘅大廈，叫新興大廈，外牆甩晒皮，夜晚經過成日聞到一陣潮濕鐵味，好似生鏽嘅血咁。大廈入面住咗好多做夜更嘅人，有酒吧妹，有補習老師，有送外賣，有直播主，總之就係嗰啲凌晨先返到屋企嘅人。佢哋全部都知一樣嘢，新興大廈嘅電梯唔好單獨搭，因為嗰部電梯有個傳聞，13秒。話說電梯由地下升到10樓，正常要15秒，但如果你一個人搭，有時會變成13秒。聽落好似冇乜，但所有試過嘅人都話，嗰2秒係有嘢入嚟陪你。故事主角係阿南，一個做酒吧夜更嘅女仔，成日凌晨3、4點先返到屋企。佢住10樓，電梯係佢每日都要面對嘅嘢。佢聽過傳聞，但佢唔信，覺得係啲人講到大嚇細。直到有一晚，佢親身遇到。嗰晚落住雨，旺角街燈反光到好似濕咗嘅玻璃，阿南攰到行路都搖。佢入到大廈，電梯門開得好慢，好似唔想俾人入咁。佢一入去，電梯門啪一聲閂埋，燈光暗到好似壞緊。佢望住樓層顯示器，地下電梯開始升，第1秒、第2秒、第3秒，阿南突然覺得背脊涼到好似有人用濕手指掂住佢。佢忍住唔望後面。第7秒，電梯入面嘅燈突然閃咗一下，然後變得更黃、更暗。第10秒，佢聽到後面有一聲好輕嘅呼吸聲，唔係風聲，係人喺你頸後面嗰種。第11秒，呼吸聲變成一陣好輕嘅笑聲，好似一個女人喺你耳仔邊講，返嚟啦。第12秒，阿南忍唔住慢慢望向電梯鏡面，佢後面冇人，但鏡入面有。鏡入面嘅電梯角落有一個女人影，好瘦好長，頭髮濕到滴水，面係白到好似紙咁，但最恐怖嘅係佢冇眼，2個眼窿係黑到好似2個洞，入面好似有嘢喐緊。第13秒，電梯到10樓，門開，阿南衝咗出去，成個人震到行唔到路。佢返到屋企，鎖門，開燈，坐喺床度喘氣。佢以為件事完咗，直到佢望到自己屋企嘅窗，窗外面係10樓嘅走廊，但佢見到嗰個冇眼嘅女人影，企喺走廊盡頭望住佢。第2日開始，阿南唔敢再搭電梯，佢行樓梯行到腳都腫，但佢寧願咁都唔敢入去。問題係嗰個女人影冇再出現，但阿南每晚瞓覺前都會聽到一樣